好，欢迎大家，大家好，访问宣传哦。等一下，在1分钟以后开始。大家有听到声音？哦，我们看到师母已经在旁边观看了哦。师母好。好，这个是我们每周二拜二在10点，这是曼谷时间哈、台湾时间是11点。OK，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晶，今天要讲台语，因为我们来到台语教室了，好神奇哦！我们在泰国学台语哦，因为在台湾都没有好好学，对吧？哎，豆豆，豆豆一直想要讲话。豆豆，你知道那个台语哈、每一句话都可以写下来吗？唔知啊，我自己嘛唔知样呢。那你知道那个唐诗哦？你平常在念的那个唐诗啊，跟台语有关系吗？你知道吗？唔知啊，唔知呀，我自己嘛唔知样呢。那你会唱歌吗？哦，我很会唱，很爱唱，我唱给你听。阵阵它来信不好听，不好听，啊，我都还没有唱完就不好听要唱台语版的比较好听。啊，唱台语版哦。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请台语老师来这里教我们唱台语好了。因为呢，豆豆说我唱中文的真好，很奇怪，对吗？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先请台语老师，从台湾来的台语老师，嗨，老师你好。林经你好。老师，老师你是台湾来的？我到台湾来的。台湾人是吗？我细汉大汉拢在台湾。但是阮做侪人不认识你呢，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啊？老师是研究什么的？我要安怎介绍我家己咧？不过我想我来甲我家己先介绍，互逐人知影，安尼应该会晓知讲，就是知影讲我有啥物缺点，会当若做甲无好，会当原谅我出社会的时阵毋是咧学台语啦。我虽然咧讲台语，毋过我出社会就去日本人的公司，一个府内的电子公司咧电池公司，我是做无线电的技术员。老师以前搁一当我就电子的转去亚洲航空公司啊。亚洲航空飞机自动驾驶的各式仪表的修理。底下在那边我有2年。2年修飞机。之后就到一个中学校去当教师，教的是专业科目电机科。当老师教电机，就搞老师就在那边教了29年。那现在呢，有机会到泰国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我最喜欢的台语，这当然非常的高兴。可是你知道我以往所做过的跟语言好像没有关系。不过我在5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台语。
54岁才开始学台语，然后就是到在台南神学院的台语教室，然后在那边就拿那个台语教师的证书。我有台语教师证书，所以在成功大学，他们要开始有台语检定的时候啊，就有聘请我去那边当监考老师，有3年的时间，所以我就跟台语啊就这样就结在一起，而且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如果我跟你分享台语的话，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你知道我的工作大部分是属于电机方面的并不是在语言方面，所以一定有缺点，还请多包涵。老师就老师是电机科老师，然后呢又在以前修过飞机，我都唔捌看过飞机仪表然后呢后来当老师当了很久，然后呢又54岁才开始学台语。54岁开始学习，现在就很厉害哦。现在我看老师的 Facebook 啊，有用台语写文章，然后呢有一个社团呢是只能够用台语，就是呢你也像下载语才能加入的社团。我是因为有特殊关系所以可以加入的。然后呢这个是个社团的人，全部人的台语呢都写的，我觉得应该很美哈。我想台语是一个很美的语言，然后呢台湾文化也很棒。那我们透过学台语呢，就可以了解台湾文化，对不对？是的，文化是包含在语言里面，语言没了，文化就消失掉。对啊，最近看老师的那个Facebook 有很多台湾的介绍，有兴趣的会后，今天看到最后就可以加老师的 Facebook， 对吧？我们都有特权这样子。然后呢，这样子老师从电机科然后为什么变成喜欢说台语呢？为什么也来讲台语呢？这个问题就要想到我自己的父亲了。我父亲44岁以前，他的国语他的国语是日本语。那44岁以后的他的国语变作中国的北京话，但这2种话他都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农夫，不需要学这个。所以你看他到94岁的时候我带他去就听道理，就听讲道。带他去讲道，那个是当然带他去那个讲台语的地方听那个道理。问题是那些讲道理的年轻人，他们讲的台语他听不懂。这很奇怪，怎么台湾人听不懂台语？就是这样，真的台湾人听不懂年轻的台湾人讲的台语，这很奇怪。然后我就负责做翻译的工作，我就把台湾的北京市的台语翻译做标准的台语让他听，因为北京市台，比如说台风，那台湾话说风台，要颠倒过来讲的。我说今天是国语嘛，但是今天他这样翻译的话，他听不懂。你要说今仔日，你看今仔日跟那个今天差很多所以他当然没办法听。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在想那个时候我就他到99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们，就回天家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想到一个问题，我再不能听到那个很美的词汇，因为他讲的话真的很好听，表达的意思很深奥。可是我不能再听到，有一点可惜但是又想一想，如果我会讲这些
很好听的词汇我讲了，又没有人会听啊，这个又不是办法哦，所以说感觉到很不舒服，感觉到那时候刚好台南神学院呢，他有向外招生那个学台语的，那我就去，我报名就那边学习，学习了以后啊，才发现说哇，原来罗马字可以把每一个台语字都写出来。哦，像我在那学习一段，就3个月的时间，哦，毕业以后，哎，我真的可以把所有的台语，我嘴里讲的每一句话，通通写出来。3个月呢？哎，各位不需要只要查3个月字典哦，就可以写。不用查字典，只要3个月。同学们，对啊，我们现在没有错啊。对，一般学台语的都是3个月啊。哦，然后当然你要一定要心里面很迫切的想要知道怎么写，感觉到这个写是很有用的，因为没有文字的话，这个语言会消失，而且你讲话不敢讲，因为你不知道你讲对了还错了，这样讲对吗？这样发音对吗？有很多问题你就不敢讲了，但是你会写了以后啊，你就知道说这就是这样讲就对了。你不这样讲就是不对，有一个正确的导引的方向，所以你就会很喜欢讲台语，而且你讲正确以后呢，哇，你的台语真的很漂亮，听起来非常的好听，因为它就像在唱歌一样，所以说对呀，这样跟台语就扯上关系了。到现在我还是最喜欢的就是讲台语，但是我在这里不能讲。因为有大部分的跟我在这里的学生呢，他根本没有听过台语，哦，说不定刚刚从大陆的某一个省份过来，你在泰国就没机会，我只得讲普通话，哦，但是我讲普通话不是很好，但是你应该可以听得懂啊，谢谢。可以，老师一景当老师所以呢，讲话呢都听得懂，但是呢，我们的台语就不沙赫。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的教会啊都是讲台语的，然后都要用台语听讲道很辛苦。但是后来呢，我们就会用台语读圣经啊。现在我只记得诗篇23篇要用台语怎么背还有主导文。后来我是学国语，就是从台语，然后才慢慢学国语圣经怎么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圣经也用台语读，应该是很精彩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很辛苦的做了后面这个，大家会不会念啊？等一下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学生，我们今天呢线上呢有很多的学生在这里，我先闪一下，大家有看到嘿嘿，好，因为我的那个荧幕好像还是会闪所以我要闪开。等一下我们要请我们的学生上来打招呼，跟大家说 hello 然后来给老师问好姐然后每个人来说一下你会念哪几个动物考试没有考试啊如果我们在现场观看的来宾，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也可以写下来然后很开心，我刚才看到肖老师有上来，福妈妈也说她有看好，那欢迎你们跟我们留言然后来说一下你们学台语或是讲台语的经历，能给我们知道，我们一起分享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就是很轻松，然后大家闲聊，然后从唱歌或者是从了解台湾文化里面来学台语不好意思我一直闪好，那我现在要请我们的学生都出来跟大家见面好，首先我们是我们的组长这组的组长齐雅，嗨，齐雅跟大家说 hello。没有听到齐雅的声音，因为他把声音关掉。OK， 好，再来等他开声音你有声音了，你有声 ，hello， 但是我们还是听不到没关系，他调整一下，我们先来欢迎另外一对夫妻这个也很厉害，这个我们来问他几年了结婚几年
讲台语讲几年3636年， ？36年还是36档？36年36档吼，哇，这个历史很悠久吼，讲这么多年，啊，我讲几档啊？哦，我比你较久呢。但是还是宫北认凳这样子，然后很高兴欢迎你们也这回来耳台语吼，谢谢。那我们要跟老师打招呼哦，我们来看一下跟老师怎么打招呼。你们都怎么跟老师打招呼啊？林老师好，老师有炸，咦，礼拜哦，还齐雅嘞。组长听不到声音。可能你要开另外一个声音，等一下哦，没有听到。好，他的声音可能有一点问题，没关系啊，我知道了。我开错了哈。好，我邀请另外一个，他有2个。组长上来唱歌哦，已经马上有卡拉 OK 出现了哈，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介绍组长哈。好，那阿碧来，看一下哦，阿碧。哦，好，来说一下。哦。九八九，礼拜哦。6大秋6位哦6，西，屁，屁，不是乌龟，屁，屁对吧？嘿，那你们很厉害哦，我都还不会，看着这个拼音还不会，老师有及格没有？爸 ，OK， 好啊。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要先来谢谢大家哈，没关系，我比你还惨哈，所以我很高兴我们来到这个教室啊，组长来了，齐雅，嗨，嘿，哦，听到声很大声，很好，好。我们刚才在说哈，要怎么念这一些哈，怎么跟老师打招呼的哈。我们台湾人都怎么打招呼哈，老师啊？老师，台湾人看到对方会说你好吗？高炸吗？没，吃饱没？即阵讲老炸，较早讲吃饱未？哦，吃饱未就是吃饱了没有？吃饱未？然后呢？哦，来阮兜坐。来阮兜坐。来阮兜坐哈。好，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会讲来阮兜坐哈，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对，平常呢，现在泰国也开放了哈，那台湾一直都很自由哈，都可以来阮兜坐哈，非常好。是阮兜还是阮兜嘞？阮兜。阮兜，我们嘛，好，阮是我，阮是我，好，所以呢，我们台语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哈，来看一下，老师曾经当过监考委员，然后呢，这个是毕业证书哈，台语。中级台语结业证书，那老师当然要跟我们介绍哦，学台语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我们要在泰国学台语呢？好，对啊，我现在想学台语的优点就是好处。我们学台语啊，我想我在这边教你们认识台语的字，不是为了讲台语，台语只是一部分。真的有用的是在台语可以用到别的地方，因为台语有8个音调啊，实际上是7个音调，
不过我们为了就是说8个音调，沙沙就是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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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阴阳，就是它总共有8个音。那北京话呢只有4个音，那是你用4个音要去学很多国家的，有7个音、8个音，有9个音的，你音调没有足够多的话，没办法学习。所以说，这个台语有8个音，你学会以后啊，你用几个台语的罗马字，就可以标出你讲的每一句话，这个很方便哦。这个是学台语的另外一个附加的一个很好的价值。所以我们来看第1点哦，我列出4点，为什么要讲？第1点哦，就容易啊，它很容易转换去学别的国家的语言啊。比如说你要学泰语，我在泰国有一个车站叫乌冬顺 SUT， 乌冬顺，乌冬顺，我就知道 SUT 那个 T 是短切音，就是要切掉的音，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入声了。所以我一看就会念的，我都不用问也不用学，乌冬顺我就会念，就是很容易啊。你学台语的话，就很容易转到别的国家，比如说你到意大利啦，或者是到那西班牙啦，到南美洲啦，或者台湾的原住民啦，你通通用，还有日本语啊，你可以用罗马字把它标，这很方便哦。所以的话不受限制。如果你只会国语，对，那就不好。师母说澳语有9个音哦，更多。那个语音哦，就比如说我知道北京话有4个音哦，就是那客家话呢有6个音，它有6个音调，还不错了啊。对对对，苏州泰语也有，对，苏州话结尾7个音，它跟嗯台湾一样。还有台湾话当然7个音，我们一般说8个哦，这有原因的哦。等我们以后上课的时候再说到。还有唐朝的官话就是8个音，所以你要读唐诗唐诗，那他是用8音的，他用7个音调来写的唐诗。你现在用中国的北京话4个音来读，你怎么读都读不好，而且不能押韵，而且那个味道读不出来哦。所以说你真的要研究中国的文学的话，你首先要知道台语，要先来研究台语。你台语不会，中国的古诗你都不用看了，可以把它烧掉，因为你学不会啊，你不懂啊，真的不懂因为你不懂为什么要押韵，配不上，配不上。就是我个人认为说一定要学的，因为我知道了这个8个音的好处以后啊，才在这边来就是分享我自己发现的一个好处。还有广东话有9个音，广东话也不错。广东话对，然后泰语有5个音字。来读那个中国的古诗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音调啊足够多足够应付他们的要求，要不然的话就不行。就是在跟唐朝的诗词啊是有关系的所以那讲到我们第3点呢，第3点口语文学。什么叫口语文学？就是说我现在跟你讲话，但是我跟你讲话，我写出来的字跟我口里讲的不一样，那也不好。但是你学台语的话，你台语你的口怎么讲，你的手就怎么写，这很方便，真的很方便。我写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立刻记录，而且别人讲的我也可以记录。那以后我讲的时候，我看我记录的就可以直接那个时候的口音就讲出来了不用再说这样对吗？他是这么说的吗？他是这么说的吗？不用，也不会说一个字有很多个。比如说我们说你会汉字，汉字有一个香，很多人讲说香，
香是香嘛，但是你用台语来读这个香的话，就有5个读音，汤、香、香，很多种啊，都可以。所以汉汤字香香是那个象形的文字，当然非常好，很好用，看起来很快。可是你一个字有很多音，你到底要练哪一个音呢？就有问题。刚才有人师母说潮州话还有8个声调哦，潮州跟台语很像哦。潮州对的，没有说潮州客家话。因为在泰国很多潮州人啊。对。然后在泰国哈，我就说，我要吃那个肉掌，对不对？结果有一天我去买肉掌，他们也是说肉掌，很神奇哦，肉掌。对。还有倒灰哈，倒灰怎么讲哈？泰语怎么说？倒灰。倒灰。倒灰。泰国话跟台语相似的地方很多了，比如说两三四下吼。还有我知道那个日本的，还有韩国的，韩国话里面有很多也是台语。他们的祈祷，他祈祷叫祈祷，台语他们叫祈祷，也差不多。他们跟台语，所以台语有些人把东南亚国家的语言归类跟非洲的一个叫有一个地方，就是非洲的一个地方的语言是类似的，从那边发展出来的，都有相通之处。所以我说到第3点，台语的好处就可以文学的发展。如果说如果说你是美国文学一定是用美国字写的。那英国文学呢，用英国字写有英国字来写才是英国文学。那你用中国字写，当然是中国的文学那你要用台文来写，如果你没有台文，就没有台湾文写了这个东西没有，所以用哪一个国家的语言来写的文学作品，就是那个地方的文学。那台语呢？现在台语有很多资料，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保存在圣经里面的，还有保存在很多国外的图书馆。他们还有很多罗马字的台语的文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医学方面的都有，文学上的有小说有诗篇都有。所以我们读会了台语的罗马字以后你会欣赏以前的台湾人的文化，就他们怎么写书，尤其是从英国的那个苏格兰来的那个医生比如说马雅克很多人后面到台湾来他们就有很多作品也是用罗马字写的医学的资料那个都可以。所以文学呢一定要学。我说台语如果你不用罗马字的话根本写不出来台语你用汉字来写，我想你写的也没有人看懂。你可以写没有错了，但是你写的话是很辛苦，因为很多字你要查字典查半天，所以不通顺不会很顺畅。但是你用罗马字写很顺畅，因为你像我怎么讲我就怎么写一个字不差的就这样写出来，很方便。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要很容易写你以为说要写台湾的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写出来，这个要学几年你想想看，1年、2年或3年，实际上3个月3个月就3年，很奇怪。我这样我讲的好像是有一点夸大，不过如果你有心的话真的可以办到，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办到。
不是假的啦，因为几个基本的音标你会了以后，就总共用到拉丁文17个字嘛，那17个字是现在不用教你都会了，就是 ABC 那个它总共有26个字母，那26个你不需要全会，你会19个就够了，就足够来学台语。然后你用那几个字就会来吧。来了。SAI 好，这个以后再教好。今天就我们随便聊一聊，有问题的话就会提出来。哇，多谢老师很详细的介绍为什么我们学台语的好处这么多所以呢，我们很开心，今天呢，我们要来唱一首歌，然后一边来学因为这个东西呢，看下面都看不，但是呢，看上面还可以但是我们以后要学怎么看下面那包括我们在打拼音的时候也是那个 n 小 n 要在右上角我上次打错被老师纠正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一点丁管有几点还有右边有一点，然后上面有什么上下左右符号很多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刚才呢师母一直在后面说在上面说呢宣教士学习泰语也是用罗马拼音所以罗马拼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我们就是他们也是用罗马拼音先学泰国的口音，然后再来学泰国的文字所以我们如果用罗马拼音来学那他说他知道认识在台湾的外国宣教士学台语也是罗马拼音对吧就是他们宣教士讲的台语超标准的，听起来都觉得很惭愧身为台湾人这样。好，谢谢师母给我们很多建议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要来唱真正好，但是呢来起音一下，我的后面有钢琴，我要偷好。然后他这个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那些手真正好。3、4、5、6、7、8、9个礼拜，真正好。来，可以了。我们再来唱一次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真正好。我拜4拜5拜6几个礼拜，真正好，来真正好。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个真正好，第一行，你看第一行的那个罗马字真正好，第二个字 A 的后右上方有一个小 n， 那个 n 就代表用鼻子发音，鼻子那个叫用鼻子发音还有你看在 HO 的后面没有一点，你比到后面的 IASO 那个 IASO 的后面有一点黑的。有一点黑的就是要读 O 的音，没有一点黑的，像 HO 后面没有一点就有点那个 O 是念的音，有一点念 O， 所以那个叫鹤，真正鹤，不是真正后，不是真正后，是真正鹤。还有IASO 亚收。那个要用 O 的音，不是亚奢分清楚。就是那个
哦，如果你在哦看的右上角有一点要念哦，是吗？对，以后我们慢慢学好了，现哦，在可以这样。有一点啊，然后那个压缩呢，那个是 I 的大写哦，不是 L 哦。那是因为亚是上帝的、耶稣啦，还有地名啊、人名啊，第一个字都要大。不是 L 是 I 国民所以那个是 I 是压，哦，不是 L。对，那是亚洲，林亚洲家科特所以有一点是念 O， 然后有一撇的是读安尼对不？没有？不是一撇哦，你错了，后面没有一撇，就那个一撇是音调。哦，音调。从左配往右配，那个是音调，我们还没有上课，以后再讲。下一节。好啊，那我们要请大家来念一下 ，OK， 我老师听起来，看有正确不？有对不？安尼哦，来，组长先开始哦。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礼拜2秒真好，虽然有还有某些我们以后上课厉害哦，你就知道还可以改，还可以进步。哪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拜日，那个 ZI 有没有？拜日 ZI 日有的人就练拜日，有的人就练拜日，拜日后拜日拜日，有的说有的是你，对不对？很多人这么说嘛。但是你如果不会写的话，你这样说都对，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但是你会写了以后，你就说我应该说拜日，拜一。拜日。哦 ，Z 是有一点那个日吗 ？Z， 浊音。拜日。好，谢谢齐雅。刚才有人说你的声音很清楚，棒棒。赞。来换谁？礼拜。换我先好了。叶卡，我被他们压下去了。什么压什么？他的国语，他台语也不标准。哪有标准？是在学。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赞，老师拢拍婆啊！赞，应该很好哦。等一下东副歌念完以后，我们就请老师来念一次哦。好，那我来念。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刚才跟我说，字伤细只拢看不清楚。你伤细，放大，伤细看不清楚。好，很好，哎呀，很棒。刚才有人说碧霞的声音很有押韵，赞哈。
也要老师来讲评一下哦。老师讲评一下，讲遮吼，拢恁听拢袂歹，拢足好听吼，讲了拢足好听。因当然恁啊拢好，就是说你将来学会了以后，你就有几个地方还可以进步了。比如说我念一遍给你听，那个拜拉，每个人都说拜拉，实际上那一个字应该说拜拉，我没关系，怎么说都是很好的。你要正确的话就是这样，比如说真正好，真正好，来信啊说真正好，来信啊说真正好。哎，我们跟着老师读好了。第二音嘛，来信啊说真正好，正好，来信啊说真正好。我拜2、拜3、拜4、拜5、拜6，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啊说真正好，规个礼拜。常常看吧。好，老师读完了，我们再唱一次哦，真正好。真正好，来信啊说真正好。安尼有搞无？对了没？然后他后面还有一首哦，主耶稣真好，对吗？我要来我耶稣真好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下一次哦，留着下一次来唱这一首歌。那我们老师还有什么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啊？今天呢第一次，所以我没有准备很多哦，就是说你先了解一下。一个人要学一样东西啊，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你学这个是要干什么，你喜欢吗？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怎么学都学不会，学10年你也不会。有很多在台湾已经生活了10年、20年、30年，因为他排斥台语，所以他到现在还不会。在这里这还有因为他不喜欢。但如果你喜欢，你真的感觉它真的很有用那你一定会几个月就把它解决掉了。所以单学一个语言不是一个负担你多会一种语言的话，绝对不是一个负担对你的生活啦、各方面的尝试啊、知识啊都会扩展。对你的人生啊，就好像突然间你的世界就大了起来，不是说一直缩到很小。所以尽量的学习多种语言是很好的，而且你从这边来读他们的文章，或者是说用这边来看圣经，如果你喜欢看圣经，你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解释，发现很美，有些文词真的很美。我现在很喜欢有时候那个台语我有时候不会讲哪一个地方我不会讲，我就去找圣经，圣经里面有，圣经里面教你这个台语要怎么讲，这个很好。对呀，爸爸还有老师还有一本那个很大的台语圣经
每天都跟我的小孩在那边念台语圣经。台语圣经就这样的，我拿给你看。哦，然后我今天呢，刚好呢，其实，我有一个表妹在美国，然后她老公呢只讲台语哈，也不会讲国语这样，然后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今天开这个课有一半原因也是因为她，就是说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帮助她能够更了解她的老公哈，因为在美国只会讲台语的人不多，华侨啊。所以呢，在这里跟表妹问候这样，然后今天刚好也是我婆婆生日，哇，在这里跟婆婆说生日快乐，台语的生日快乐没要讲哈，就是生日快乐的。但是台湾人会这样说嘛？台湾人去就是说生日的是你会讲生日快乐吗？对啊。我拢是安尼讲嘛，毋对，我生日就是直接安尼讲，即摆拢是安尼讲嘛，生日快乐。生日吧，生日快乐吧。会寿吼。讲什么？灯会寿。祝你灯会寿。灯会寿还要吃八字，有没有？有一个习惯。吃八字。吃八字。好，我大儿子的名字吗？吃八字。你看啊，我这边有一本台语圣经。哇。这一本是台语的，这个台语圣经。以后我们要回台湾带哦。不会汉字的人以前都写到这里。要从台湾带台语圣经哈，什么人的刀顶管有飞行机飞过哈？听到？哦，对。厉害，有飞机飞过。台湾吗？我要回去啊！我嘛最想要回去台湾的吼，可以带很多台湾好吃的，以后我们可以顺便介绍好吃的哦，还有好玩的，还有圣经哈，用台语来读圣经。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老师，老师有啥物要跟阮交代今天的功课？我们每个礼拜有功课。今天功课啊，对，你回去先练啊，我包包里有第一章那个母音先拿出来，母音子音那个先会念会写。哎呦，迄修难嘛啦，袂晓。有点难诶。是啦，每一点啊，这啦，无啦，这是我是要说明讲，迄个。一五a 二哦，这个表顶悬的 PO 这就是白话字，台湾的白话字，白话字3个字的前一个字嘛，白话字。白话字。IPA 是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嘛，国际音标 IPA。国际音标 IPA。你大家人拢会晓国际音标嘛吼，因为我知影恁拢足侪人拢嘛咧讲英语。这拢免学，你看顶悬的白话字国际音标同款，顶悬的白话字，你下骹同款是所以拢免学的啊。你看，你还袂教，你就已经会啊。来这种同款，字读做哦，就是国际音标的就是的音嘛对不？再来上面有一点，这一点可以右边一点老师，这个是要读很长还是很短啊？现在低音的话，我们读低音的话都是没有长短之分，都是第一个声调，第一个声调都是长音。一五 a 都是长音。后面2个听无？后面2个那个是嘴巴闭着，因为它是子音，可以当母音来用，所以我在这里。我唔爱听的就是这个字。爱听。
这是不爱听是不爱听，就是这个不爱嗯不爱听还是不爱听？啊，对，不爱听，不爱听啊。它是最后一个NG 哦，NG 就就是那个用鼻子发音，嘴巴张开用鼻子发音，比如说加工屁哈，黄色的黄，台语说这个低音的话，第二个音，第三音，第四音，所以每一个字有发音。老师，拄则讲起牙的敢是鼻音？就是这个字起牙那个它的名字就是 NG， 然后 NG 然后加个 A， 它的名字很简单，就 NGA。对，那那个 NGA。那屁哈是哪一？屁哈的屁是 Pick 那个是第八音，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讲音调，那个 Pick 是第八音。好。然后拄则讲迄个东富讲因兜的人拢叫伊啥物？东富。他要说虎的话就 HU， 虎第三音，以他的发音来说虎就说 HU 第三音，HU 是虎。这是以后我们要讲，我是说你今天先把这个母音记住，然后你把子音弄出来看看。会的话，我们今天就通通学会了。老师帮我看这本是不是台语的歌？是歌。对啊，这本是台语的，中六会出版。是。是对，中六会台语的歌。我手顶本簿呢。对，古董没有错，这本是台语的。好。伊这嘛有主导文呢。内容。主导文咱有定定的背，问你的名姓，你的国年教，他就这样写。你正，你真正你底哩。阮的日式你做伊看好，是毋是像我念安尼？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写面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写面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蹛咧迄个歹，因为国关联因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安尼写。听无？你看迄本你就会晓读。没有错。白虎啦，白虎听袂有。我人呢，我拢听无。阮小时候，阮的天年的白，阮的天年的白。因为伊安尼写，你若无安尼写，伊天顶，伊毋是天顶的白，阮的天年的白，迄本就是安尼写。天年的白，就是。所以讲，你爱学会晓写，你会晓讲无算会晓，一定爱会晓写，你才有算，你会晓台语。你若袂晓写，你还阁无算会晓台语你会晓讲，大家嘛会，但是一定爱晓写，你才会正确因为你的思想啦，你的文章啊，你的想法啦，你才有法度表达吧，无你干那会晓讲有啥物路用，讲了无啊？讲了就过去啊，无定你讲毋对人知，你若写咧知影讲我会改进，我迄一工写安尼毋对，就爱安尼甲好，我就改过啊。所以一定爱学会晓写，这足重要。我今日来就是要教恁怎样去写，你对写就会产生兴趣，安尼你就会爱台语，你就学会晓。你若讲干那，我讲一句，你对我念一句。安尼我教你一档就袂，教你两档。你家己会晓，所以较早传教书，巴克勒牧师吼，我真佩服他，伊苏格兰的，他是苏格兰的嘛，苏格兰的传教士啊，叫巴克里嘛。巴克里宣教士。巴克里牧师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我用这个字
这台语圣经是他翻译的啦。他说我用这个字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你自己看圣经就会了，你看就会了，不需要传道人跟你讲道理。因为他曾经有一次，请那个有秀才资格的人啊，那个汉文啊很厉害，他当秀才不简单呢，请他来解释圣经哦，结果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他说秀才都没办法，他看汉字都没办法解释，那你是不是要自己学台语？然后就是用罗马字教台湾人学台语，所以很多台湾人不懂汉字，中国字都不懂，可是他可以看台湾的白话字，他可以看圣经，可以把圣经的道理很清楚的认识，所以这是一个这种子啊，就种下了台湾今天的基督教。巴克里在台南有一个公园纪念公园巴克里公园就是要纪念这个牧师。对，然后公报社行很多人还不知道呢，不知道纪念他对台湾有什么贡献，都还不知道。对，他好像是那个跟公报社也有很深的关系那就公报社就发行台语的报纸，全台湾第一份报纸就是罗马字报纸，叫做台湾公报社，就是教会公报社，第一份报纸全台湾第一份报纸，印刷机印出来的字就是罗马字。这个你要看台湾历史的话都有。哇，今天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老师要下课，加班啊，加班不？老师要吃饭了。哥来记头是不是？谢谢啊。谢谢老师，下次再聊我们今天就随便谈聊，我下次就从每一个字，虽然那个字不多，像今天你看了一下知道你不用学就已经会了。那你会了，我就要教你那个8个音怎么样标，怎么样变。然后真的你就会了，就这么简单。好了，谢谢了。谢谢老师大家谢谢老师。多谢了，要讲什么啊？来阮兜坐哦。来阮兜坐。来阮兜坐，来吃茶。来吃茶，来看读册。来阮兜红茶。那个又有师母又来了哦。师母说，有很多外国宣教士到台湾发展教育，建立台语罗马拼音跟台语文，真的是这样台湾文化居然是外国人建立的是外国宣教士来保存的那也建立学校跟医院非常的很神奇。以后我们可以慢慢了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的文化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各位直播前的观众呢，谢谢你们。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老师，也可以写在下面。下个礼拜2一样时间哦，在透早10点，台湾11点见面。OK， 大家拜拜，再会，拜拜，来阮兜坐。好，拜拜。